大家好，我是静媛，今天就不和大家多说客套话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一生都爱你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金帆，这幅画就当是我送你的礼物吧。一位很帅的先生亲自送过来的。这是你的花，10分钟前送到的。这是聂先生送给你的。静媛，是我呀。干什么来着？你走啊！你走啊！Honey， 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。你肯接我电话了是吧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是早和你说过了吗？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都可以找到你的。哼，你下来吧，我们好好聊聊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可要去你房间按门铃了。金帆，你过来好不好？你到我房间来好不好？我好害怕。害怕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不是做噩梦，有人在我房间门口按门铃，还打到我房间来。是不是有人恶作剧啊？要不我帮你打服务台，让保安过去看看。不是恶作剧，金帆，你过来好不好？是他找到我了。你丈夫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他又来找你干嘛？他还在吗？你看到他在这里吗？静媛，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你那么害怕？金帆，可不可以让我搬回乔家？家里人多，我就不会这么害怕了。静媛，我可以帮你想很多办法，让你能避开这个人，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。你介不介意告诉我，你和你前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想和他离婚，但是他不愿意，所以我单方面签字就回来了。我一直想忘记那件事情，所以我才出国的。我以为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，就可以不用再想你。聂小妍是我的银行客户，他那个时候对我很好，温柔殷勤，所以我很快就和他结婚了。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他性格暴躁，我的一举一动他都要了如指掌，我快连呼吸的空间都没有了。金帆，我想尽快找到一个没有他的地方。我想，就算他不愿意，只要3年，我就可以彻底的摆脱他了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可以找人来陪你，可以让酒店来加强保安，我甚至可以帮你换酒店，但这些真的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你不直接面对这个人，面对这件事情，那你永远摆脱不了他。可是我不想再见到他。我陪你一起去面对他。不，我怕他会对你做什么。这是什么年代啊？他能做什么？他敢做什么？是啊，这些事情他也不是第一次做。
放心，没事的。他这种人，只会做点小动作吓唬你。但愿如此吧。不过我不想连累你。有我在，放心，没事的，一定会没事的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一生都爱你。金帆，我爱你。喂，没事的，在静园这边，我们还在聊。啊，放心，没什么事。随他去吧。好好，这样，那我一会儿问问他。天快亮了，没几个小时可睡了，还不睡觉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也差不多回去了。那等我回去发信息给你啊。好的，晚安。纪云，我下午回趟娘家，去探探大嫂的口风，看看大哥在银行的会议上有没有推动咱们乔氏的借贷。你真单纯，人家说什么，说不定在耍你。你又不在会议上，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推动啊？哦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呀？现在不是有一笔无息贷款放在我面前吗？静媛这个女孩，她不是孤身一人过来的，她可是带着她爸10亿的遗产，一门心思过来找金帆。难怪你让她住在家里。那夏婉晴呢？夏婉晴不适合在我们乔家的，她只是个祸患。静媛不同，她会给乔氏带来转机。如果我不强硬，让夏婉晴嫁到乔家来，有什么后果？说不定我们给的利息比银行还要高。如果是你，你选哪个？金帆呢？最听奶奶的话。你有机会跟妈说，说不定还有转机。哎呀，道理是这样的道理，我担心金帆这个孩子不会替家族考虑的。不用管他，我说了算。妈，最近呢，不知怎么回事儿，我总是睡不安稳，总觉得咱们家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了似的。哎，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呀，都摆脱不了缘起缘灭。哎，上苍捉弄人呐！您是不是舍不得婉晴啊？我也舍不得静媛呢。这孩子呀，真是命太苦了，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。你说他这次千里迢迢的只身回国，不就是为了要再见金帆吗？妈，您说能不能跟他们谈谈这事儿？唉，这感情种下去呀，你再想连根拔出来，那谈何容易呀？你没看见，自从金帆有了婉晴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再说了，当初因为我一念之差，就害了静媛，也害了你受了那么多年的罪。我不能让金帆再走你们的错路了。3个人痛苦，那就不如一个人痛苦好啊。那要是婉晴放手呢？燕平，啊，妈，我是随便说说。我们乔家5代的产业，不能败在咱们这代人手上。金帆和婉晴的爱情呢，不会开花结果的。那天晚上晚饭的时候，金帆没看静媛，其实她只是躲着不看。我是他妈，我看得出来。我们金帆呐，就是情债太重，
对婉晴呢，他是有情；对静远呢，他是有愧，两难呐。可是我作为奶奶，我怎么能开得了口，让他回头呢？妈，可是要让一个男人和自己曾经的女人在一起，困难有多大呢？哎，奶奶，妈，我还以为你睡懒觉呢，怎么又出去逛了一夜？什么呀？大半夜，静媛给我打电话说他那边出了点事，我去看看。金帆啊，婉晴知道吗？她当然知道了。静媛怎么样？说是跟她前夫有点小问题。没事，我不说了，我先睡去了，一整晚没睡了。嗯。乔董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我去做，千万别压在心里啊！啊。凤仪她怎么样？医生他有没有什么说法？一切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在照料着呢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马上会告诉你的。不过医生说了，这个醒过来的机会，恐怕……先不回公司吧，我先到医院看看凤仪。啊，那儿有好多记者呀，你碰到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从来就没想畏首畏尾的。他们爱怎么拍，就给他们怎么拍吧。好吧，我给来雪打个电话，通知他一起去吧。哎，不用，我想我一个人静一下。好。来雪这个孩子跟凤仪真是两个人，我总是管不住她的嘴。怀孕后就更严重了。我原本以为放她产假，让她待在家里，减少一些麻烦，没想到她胡思乱想。哼，我真不知道这种情况她还能闹到什么时候。乔董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天底下哪有不吵不闹、没有说过离婚的夫妻呀？等孩子一出生以后啊，夫妻之间的感情自然就会转好了。我想莫凌天当时娶来雪的时候，早就做好了受委屈的思想准备了。你是觉得莫凌天是为了进乔家才娶来雪的？怎么说呢？这些年嫁入豪门，不再是女人的专利了。而且娶个名媛，也是很多男人的梦想啊！那你觉得莫凌天，他会不会吃里扒外？哦不，这不敢，他不敢。他对乔家还是很忠心的。这次到香港谈事的时候，他处处都在关心金帆。乔董，你放心，我会留意他的。有天晚上5度，一起喝咖啡。看什么还把它写下来呀？写婉晴和婉阳手机里的短信消息。短信怎么会跑到你手机里去了？每天他们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把他们的手机拿过来，把他们手机上的短消息发到我的手机上。他们一上班，我就好好的对他们的短消息进行研究。你没做地下党真是可惜了。现在的母亲要不这么做，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干些什么呢？查出一朵花了没有？真查出来了，婉阳在跟一个叫万华的女孩谈恋爱呢，好像看上去还不错。哎，你别看，儿子还跟她甜言蜜语的，好像发展的还行。蓝心慧认识的？不是，是晚晴杂志社的主编。查查他的家底，如果没什么家底的话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知道，儿子的事儿我比你上心。你查到婉晴了没有？查到了，婉晴和乔金帆那倒是铁了。哎，你看，什么事儿都告诉婉晴，包括他和前女友静媛相爱的事儿，他都跟婉晴汇报了。男人要变，那是分分秒秒的事。静媛就算只有来雪一半的手段，婉晴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
我看不一定吧。婉晴在我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点，比如说大气。你不是说吗？女人就是要大气。好，好好做你的特工，随时向上级汇报。知道，有情况我一定向主席汇报。他们俩怎么还没来啊？你的前任说要买点东西再过来，不需要我陪同。你的新欢呢，又说下班和明娇一起过来，不需要护送。2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我未来的大嫂，我敢不听吗？哟，坏！在，我一直都在。嗨，我来啦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想，每天都想。婉晴呢？他说他去旁边买点东西，叫我先来。放心吧，此时婉晴的心情很美丽。哥，新欢旧爱即将聚首，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？什么心情啊？你就没有一丝忐忑、担心、紧张？让他们俩见面，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情况呢，就是这么个情况。你哥胆子还是挺大的。是婉晴主动要见静媛的，她知道静媛出了事，想我们一起聊聊，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到她。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一个女人见男友的前女友，还为了帮他解决问题，哪有这么大度的人啊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我警告你们2个，一会儿不要瞎说话。静媛永远都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啊，那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啊？可以试试。不敢。哎呀，想吃什么赶紧点啊！一会儿好好吃饭，都给我闭上嘴啊！欢迎光临。小姐，你的气质这么好，要不要试一下我们这套红色系列的眼霜？小姐您好，这款呢是我们巧迪尚慧公主系列的粉色系，特别适合您的气质，既甜美又浪漫，真的很漂亮，您可以试一试。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，你是我的女友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的妈，我的老……喂，5分钟以后就到。待会儿见。你好，你是婉晴对吧？我是静媛。你好，我是婉晴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刚才在那边给你买了礼物，正在包装，我现在就去拿给你吧。那一起去吧。你好，2位的东西。走吧。给，谢谢。我很喜欢你的礼物。我也是。2个偏心了啊！静媛是我的发小，婉晴是我的同事，你们2个偷偷做了好朋友，买香水都没有我的份。好啦，你要是想用的话，我都可以借你啊。要是婉晴不介意的话，我的也可以给你啊。哥，你什么命啊？我都开始嫉妒你了。对了，静媛，听说你遇到了点麻烦。对啊，静媛，你那个丈夫不都已经跟你离婚了吗？怎么还来找你啊？今天大家这么高兴，就不说这些扫兴的事了吧？静媛，
我们都很关心你。你有什么事情，直接跟我们说，让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。是啊，如果你想说的话，我跟明娇都可以帮你啊。我们可以去婉晴哥哥的酒吧，那里还有我们杂志的主编万华，可以多一个参谋。谢谢你们，不过我不想再小事化大。可能之前是我自己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。小妍她又一时接受不了离婚的事实，没关系，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不是啊，静媛，你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我看那个男人，指不定干出什么危险的事情来。让你们来出出主意，不是让你们来吓静媛的。说那么恐怖干嘛？他能做什么？他不肯放手是吧？好，我倒想看看他能做出什么来。不用了，都过去了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我觉得现在还是先帮静媛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住吧。我同意，我们一起去找吧。那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两个来办。哎，我跟静媛好久没见了，我要跟她拍张照。小赵，帮忙。好。来。总算过去了，谢天谢地，平安无事。能有什么事儿？婉晴又不是惹事儿的人。你不觉得我哥和静媛都在极力掩饰内心的忐忑吗？一个是浑然不觉，一个是旧情难忘。哪个是哪个？你看不出来啊？明知故问。你说我哥真的不知道静媛的感受吗？说不知道是装的，但捅破了又能怎么样？他又不能回到静媛身边。所以你哥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。没错没错，所以说，越帅的男人就越绝情。你会选择哪种方式？不好说。留余地就是给人家希望，给了希望就会纠缠不清。为了永绝后患，只能绝情。那要是换了你，你会不会心软？一定要铁石心肠，就算心里再难过。女人的眼泪呢，是在脸上流；男人的眼泪呢，是在心里流。宁可让他流干眼泪，等待下一个新的开始。那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，我再回来找你，你就不要我了？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我是谁？谢创，高智商。我这么聪明的男人，我不会让你成为前面那个，也不会让你成为后面那个，因为我这辈子只会和一个女人永远的绑定在一起。这个女人就是乔明娇。谁？乔明娇。哦。谢创，你要是敢有什么二心的话，我告诉你。我要是有二心的话，我自己咔嚓一声我就这么地了。你说的啊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来，吃啊吃啊！快点。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。你是我的女友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的。就是这里吗？对，这里环境不错。就这里。是啊，是挺不错的。怎么样？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当心脚下。哎，死谢创，臭谢创！你看这个设计多好。是啊，不错。不是你说让谢创做大事的吗？好，让他做大事吧。明娇还有讲道理的时候啊，看来还要看人。喂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以前不讲道理吗？你们两个今天是来当看客的，千万不要弄了半天自己租了房子当婚房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没有找婚房。
其实我妈早就给我们买好房了，就是她还没有时间让万华去挑而已。哦，我结婚怎么可以让老婆去租房子住呢？对吧？你呀，走啊，走。我们刚才参观的公寓全都是南北通透的，景观特别好。周围住的都是外国人士，而且安保十分安全。我觉得很不错啊，静媛。我们到那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房间很好啊，就是一个人住，可能空间会比较大吧。这里的服务公寓都是400平米的。这里把化妆台拆了之后全放书，然后再放个电脑，做个电脑房。大吗？还好吧。自己住的话，我怕咳嗽都会有回音。那一会儿我开车带你们去看。床旁边呢放一棵花树，要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这棵花树，心情很好啊。一共是200平米。人呢？这个位置放一个鱼缸，其乐无穷啊！每天看起来。不行，鱼缸要放在客厅里。再说，你看那个房间，它是冲着阳光，对吧？我们应该当 baby 房，这里放 baby 床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 baby 在这里爬来爬去的。你们2个要准备结婚了吗？我就是打个比方嘛，对吧？对。你们是给别人看房还是给自己看啊？好，不打扰你们看房了，我们走。这个房间啊，果然还是一家人住着好。要是我一个人住在这儿，空间又大，难免会觉得冷清。静媛，先看看嘛，说不定啊，明天你自己走在路上就遇到真命天子了呢。这还得看你愿不愿意再给自己机会了。协议书上签字，她就一天是我老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关你什么事？好啊，你就这么轻易的离开我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你给我滚！静媛，怎么样啊？病人只是受了惊吓，目前没有发现什么外伤情况。不过 ，X 光报告反映，病人曾经多次骨折过，而且现在身上还有钢钉，除了身体各部位啊有大小不等的伤痕，还有过曾经被虐待，而且内脏出血的记录。最关键的还是他的血型，他是 O 型 Rh1型血。俗称熊猫血，这样病人一旦出血，血库很有可能供应不足。所以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，尽量不要让他发生失血过多而需要输血的情况。我呢已经给他开了药，观察2到4个小时，如果没有什么不适反应，那就可以办出院手续了。谢谢医生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静媛她怎么样了？我们去看看静媛吧。走吧。静媛，刚刚医生已经跟我们说了，没有明显的外伤，只是因为过度惊吓暂时昏迷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但是医生说，她曾经出现过多处骨折，这件事情不能掉以轻心。这次来袭击她的是她的前夫，她现在心情肯定很乱。你去陪陪她吧，她在这里也没有家人。就只有你了。
在外面等你。静远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不会再让那个混蛋伤害你了。你要快点好起来。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我的杂志社工作，那里有华姐，有婉晴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的。明娇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要让你哥知道，好吗？聂小言，他不是个普通的坏人，我不想金帆被牵扯到这件事情里来。答应我，明娇。静远，好了，走，哥，我们去买点东西吃，让你哥跟静远好好聊聊。静远，对不起啊，是我太草率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。这4年，我一直让自己熬过去，坚持下来，可是真的好辛苦，身体熬不过来。我每次被推进医院的时候，都希望自己不要再活着出来。可是老天爷，他没有成全我。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？他凭什么？他说我心里有别人。我就不明白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爱的人呢？小言，他没有爱过我。那你还跟他结婚？因为我想忘记过去，可是我无论如何都回不到从前。我爸以为我死了，你也因为这件事情伤透了心。我恨我自己，遇到聂小言，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我觉得我坏透了，老天爷就让我回家了。金帆，他要的其实不是我的人，是我的钱。我姑姑虽然恨我，但是她替我爸把10亿的家产给我留到了我20岁。那一年，我继承了我爸的家产。聂小燕是我银行的客户主任，她是带着目的性来的。他管你要钱了？结婚后，他问我要3000万做生意，我就发现一切都是一个骗局。然后，他就开始找各种理由折磨我，打我。我腿里现在还有一根钢钉，就是那个时候粉碎性骨折，医生给我植入的。医生还告诉我，他说我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跳芭蕾舞了。他说这个是骨折后的后遗症，而且一到下雨天，我双腿疼的都没有办法下地走路。所以他就是为了要钱，所以才一直不肯签离婚书的。他说，除非我把所有的家产都给他，他才能放我一条生路。畜生！金帆，我回来只是想看你一眼。死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可怕，怕的是我死了，可能都没有人知道，我的骨灰都不知道放在哪儿。我现在真的没脸去见我死去的爸爸。我终于说出来了，好辛苦，这种感觉真的好辛苦。没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。这都30分钟了，要说什么话也说完了，
哎，你看着我妹妹，我上去看看。哥，别去了。还是我去吧。你也别去了。我哥是有情有义的人，他不会伤害婉清的。你当然会维护着你哥了，那我要保护我妹妹啊！我怎么知道金帆上去之后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又说出什么话来？哥，我相信乔金帆。华姐不是自己在杂志社吗？我们还是去陪她吧。好，你们在这儿等吧。哎，你跟着我妹妹去，我在这里看着金帆。如果那个前夫再过来的话，还有我顶着。好。你吃点吧。你们看人家婉晴多坚强，是条汉子。他这是用工作掩饰忧伤。给我哥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电话也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婉阳给我回了，说金帆一直在病房里头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喜新厌旧。麻烦我问一句，哪位算新，哪位算旧？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。你是我的女友，我的老婆，我的孩子的妈，我的老年的伴儿。我乔金帆。喂，你干嘛呢？我在杂志社加班啊。我想你了。你放心，我扛得过去的。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，我就没事。那静媛怎么样？他那个前夫啊，简直就是个畜生。他让静媛必须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给他，他才肯放手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准备先接他回乔家，然后我再找公司的律师，跟他商量一下什么策略。明白。
你处理就好了。我真的好想你啊。我也想你。相信我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相信你。你吃饭了吗？一会儿谁送你回家呀？有谢创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好，如果你少一根头发，我马上废了它。那你记住啊，不许不吃东西，不许不想我。然后我送完静远回家之后，我就去找你。哎，你去我们的家等我吧。什么我们的家啊？谁跟你有家呀？让我陪你去抓蟑螂呀？你想吃点什么？你煮什么我都想吃。好。